歡迎林總大駕光臨。經紀蕭，今次有啲咩好介紹啊？我秒秒鐘幾十萬上落，唔好嘥我時間啦。林總，請移玉步過嚟露台睇睇。呢個香港白宮係咩嚟㗎？林總，眼前呢個就係香港禮賓府，特首就係住喺呢度㗎啦。唔錯。咁治安應該會好好。呢度嘅景觀層次豐富，除咗有城市景，呢度仲有綠油油嘅香港動植物公園景觀。唔錯。咁仲有冇其他嘢介紹俾我啊？我知道林總你係一個愛妻號嚟嘅，呢個單位有一個好特別嘅設計，好適合林太太，佢一定中意。我帶你去睇睇啊！呢度有個家居私人鋪貼，就係呢個透明玻璃設計，可以將啲衫分門別類，容易揀衫。呢個對林總都好好噶，林太太快啲揀完衫，你可以快啲出門啊嘛。呢 part 唔錯。林總，呢個主人房夠晒寬敞，仲有個 L 型玻璃大窗戶，你同太太夜晚喺度嘆住紅酒睇夜景，幾浪漫。我眼入邊淨係見到呢3棟，呢啲就係錢嘅象徵。林總，睇嚟你對呢個單位都幾有興趣喎，我俾多啲資料你啊。呢棟大廈名叫做君柏，位於香港島中半山區。大廈有2個出入口，一個位於麥當勞道，另一個喺堅尼地道。呢個單位1753尺，原本4房1套，業主將其中1間房融入埋主人房入邊，變成3房嘅間隔。君柏2014年入伙，屬於區內比較年輕嘅大廈，1梯2房，戶型 A 同埋戶型 B 都有自己專屬電梯，私隱度都幾高㗎。林總，你滿唔滿意呢個單位啊？都唔錯。我哋再約個時間，下次帶埋太太嚟睇。